大家好，歡迎嚟到月亮傳說嘅節目預測嘅節目啦。咁今次咧有陶先生啦，同埋黃師傅。係，大家好。係啦，咁我哋嚟緊咧都會繼續唔同做一啲預測啦，到做一啲大家好想知道嘅情況嘅 topic 嘅嘢嘅。咁今次咧我哋就會講翻一啲關於早期咧就喺韓國娛樂圈裏邊咧一件好大嘅事情喎，就係呢一位男演員啦，金秀賢啦，據聞咧係同一位女演員啦，十五歲嘅時候咧竟然相戀喎。咁啊，我哋講翻啦。嗱，據聞咧喺金秀賢27歲嘅時候咧，就同咗一位15歲嘅女演員啦，就金賽綸，佢哋有個叫做忘年戀嘅關係啦。據聞係一個不倫戀嘅關係啦。咁去到後期，甚至乎咧關係唔係咁好，亦都令到金賽綸咧喺金秀賢咧2025年生日嘅時候咧，竟然好不幸咁樣攞咗自己嘅性命，即係佢自殺死咗嘅。咁師傅我哋或者問翻啦，其實咧喺紫微斗數嘅星組上面啊，一啲不倫戀啊或者忘年戀啊嘅情況，會唔會有得睇嘅咧？忘年戀啦，有啊，有得睇嘅。天梁星啦，天同星啦，個年齡相差最遠嘅係天同同天梁。嚇，咁當然如果話個年紀相差最遠嘅係天同天梁同宮啦，嚇，但係如果話當中淨係見到一粒嘅，都有機會係可以構成一個年紀相距遠少少嘅狀態㗎啦。係啊，可以㗎。咁但係如果去到話一啲不倫戀啊，即係好似唔係咁靚嘅關係咁樣啦，會唔會都有啲星座可以睇到咧？或者叫唔想俾人知啦，有㗎。四武庫。四武庫地支辰戌丑未，如果再加埋啲巨門星啦，嗱巨門星啊叫做掩蓋啊嘛，掩蓋住啊、遮住啊、揞住嘅星啊咁啦嚇，或者有啲大話啦、謊言啦嚟到遮蓋住個真相啦，巨門星。咁喺夫妻宮又要喺辰戌丑未，嗱呢啲現象好多時都係叫做避戀啊，係啦，收收埋埋唔想人知。係啦，咁當然啦，睇翻係化祿建立定化忌啦。如果化忌建立嘅就不能開花結果㗎啦，化祿嘅有機會可以開花結果嘅嚇。明白。咁睇翻咧，據聞呢個情況都幾相似我哋喺而家呢個情況裏面嘅，因為金秀賢同埋金賽綸嘅愛情嘅關係裏邊咧，其實原來一段頗長嘅時間咧都係冇見光嘅，都係喺秘密咁進行嘅。咁甚至乎據聞啦，原來兩位嘅愛情關係上面咧都非常之唔係咁理想嘅。點解咧？因為原來咧據聞啦，即係傳聞所講咧，金秀賢本身咧就係一個所謂嘅恐怖情人啦。因為咧喺佢愛情嘅關係裏邊嘅時候咧，經常會做一啲比較情緒勒索嘅嘢啦，或者操控嘅嘢等等嘅。咁師傅其實斗數上面咧就係操縱啊呢啲咁嘅星組係佢點樣嘅組合咧？有嘅。夫妻宮化權加化忌，捆綁住、纏繞住你嘅夫妻宮。嗱呢啲咧就有情緒，容易操縱、操控對方，係啦，達到自己嘅目的啦，一個手段啦，係會存在住呢啲嘅事嘅。明白。咁亦都據聞啊，佢兩個關係裏邊咧，亦都有啲涉及錢銀嘅瓜葛嘅，因為係甚至乎後期咧，因為女方爭男方嘅錢啦，而男方追債過程亦都令到女方已經好大嘅壓力咁樣嘅，呢個都係傳聞嚟嘅啫。咁如果喺斗數上面啦，呢啲咁樣嘅情況係應該點樣呈現出嚟咧？有財星。第一，夫妻宮個行運裏邊咧遇到財星，而呢個財星咧必然一定有個化忌捆綁㗎啦。化忌化權又係一個逼人還債嘅一個星組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用得化忌去逼人還債嘅，既然用得化忌，咁都係追唔到啦。追到嘅就唔會用化忌㗎啦，就變咗收到數嘅咧就叫做用化祿啦。咁但係如果個大家唔開心、傾到唔愉快嘅局面嘅咧，咁必然有個化忌嚟到參與呢個流年夫妻宮裏邊嘅財星。明白。咁我哋係喺呢個節目都係叫做預測啦，咁我哋都要做翻少少預測嘅功夫嘅。咁我相信好多都好關心呢件事嘅朋友，無論係咪金秀賢嘅粉絲啦，定係還是好關心呢個事情嘅發展嘅朋友咧，都想知道啦。之後落嚟究竟對阿金生嘅影響會係點樣咧？咁我哋不如睇下，其實聽講咧傳聞啦，佢今次呢件事之後咧，都好多合約性嘅嘢啊，收入性嘅嘢都會影響嘅。其實會唔會有呢個事發生咧？2025就肯定發生㗎啦，個規模數量我相信都係大嘅，係啦，大單嘢嚟嘅。咁呢啲事情我相信佢會捆綁到去2026啊，依然會存在住呢啲故事，係啦，啲餘韻啊、餘波啊、啲罰款啊、賠償啊、違約啊，都有類似嘅故事發生啦。不過如果最嚴重嘅應該係個25個蛇年裏邊啦。
明白，咁都合理嘅。你諗下，今次發生一件咁大嘅事，而家同埋都係大概年頭嘅事夠啦。咁你應該賠到1-2年嘅事都有慢慢賠啦。亦都好多人會關心啦，發生完一件咁大嘅事情之後，究竟大家會唔會好快忘記，然之後佢繼續過去燦爛嘅星途，定還是點樣咧？睇翻資料啦，見2012-2013咗來自星星的你開始，佢平步青雲一直上升咧，佢嘅星途去到最後咧，2024年女之女王咧都攞到不錯嘅成績㗎。咁睇翻師傅，嚟緊阿金生佢嘅事業究竟係會繼續好快會重拾升軌啊，定還是從此都要有個唔好影響啊？風光不再，因為喺我哋斗數裏邊咧，如果有一個格局咧。官祿宮係巨逢四煞，係惡格嚟嘅，巨門做主導。佢行運行着一個叫做廉貞七煞有化忌嘅煞拱廉貞，我哋叫做一個好差嘅格局，行入另外一個好差嘅格局，呢個都唔翻身㗎啦，或者叫做咁講啦，風光不再啦嚇。明白，咁都合理嘅，呢件事情都實在係。太大啦，咁啊，所以佢嚟緊咁嘅星途可能都備受影響嘅。咁唔緊要，呢個世界上唔係有啲工作㗎嘛，可以有愛情㗎嘛。咁其實佢雖然佢經歷過一段咁據聞一段咁差嘅愛情啦，咁嚟緊會唔會有機會都可以揾翻一個真命天女啊，過咗個幸福嘅愛情生活咧？好，等陣先啊。大家都好關心啦，究竟金先生佢嘅愛情生活係如何咧？嚟緊行緊嘅夫妻啊，七煞。其實都係空宮行入七煞，空宮對面係巨逢四煞，再行入七煞，本對就係煞拱廉貞，咁即係夫妻宮已經曳啦。等陣先啊，真愛係咪啊？講緊真愛係，我咁睇啦。未來6-7年裏邊都應該難揾啦。係啦，呢個係保守嘅睇法嚇。係啦。6-7年後嘅都唔容易，明白。係啦，改過自身啊，洗心革面之後咧，可能都需要啲努力先揾到，有機會先揾到嘅。明白。咁啊，希望係啦，每個人都有過去嘅，希望大家可以放低過去嘅嘢，重拾向前啦。咁亦都希望明天會更好啦。我哋嚟緊，我哋下次會預測唔同嘅題目嘅。咁啊，下次大家有興趣想知唔同題目咧，歡迎留言俾我哋。咁啊，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